飘着浓浓客家味的内湾老街，位在新竹横山，是早期往返尖石山区的主要道路。50年代曾为内湾地区带来许多的观光人潮哦。那现在的内湾老街呢？搭着火车来去看看吧。今天呢，来到了内湾，我真的超级开心的，因为我预备了一些景点，是我第一次要来。那么第一站呢，我要现在去拜访一个地方，听说是3、4、5年级啊，来到内湾必定去的地方。现在人来到这呢，也一定要去那里打卡一下。而且呢，它还有小上海的称号哦，超级酷的，跟我一起来去看看吧。下过雨后的内湾山区，朦胧的山景映入眼帘，让人醉心在这得天独厚的风景当中。而老街上也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可以逛哦。但是小上海之称到底是怎么来的呢？听说内湾有一个古色古香的喜染，在那里一定能够找到答案的。哇，这个内湾大戏院我还是第一次来过哎，而且呢，走进来真的有一种感觉，像是到另外一个时空一样。看看旁边的装饰摆设，非常怀旧。所以为什么这边有叫做小上海啊？因為40兩年前的時間啦，所以40年代啦。因為要俾新都嘅每窮到點廠路啊，喺呢個東道嘅供應啊，出到兩個回嚟賣東西，我哋兩人聊，所以叫做兩內灣的時間的昆田樣啦。所以東南亞啊，真的，東南亞時間兩回是不應講了有那種小上海啦。所以你剛才說在這附近的工人都會來女班洗染。昆田陽哦，第二年昆田陽，就在這個地方放嗎？是這樣的，第二地方做。好，今天要拍照。你在錄嗎？我現在有5段了，5大5媽。哇哦，很難想象內灣在40、50年代曾經有如此繁華的風景，而現在懷舊復古的氣氛成了年輕人最好的約會場所。記得3不5時要來女班喜染昆田陽哦。